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初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真兴馆敢有包含假带过来外国牵手拢有通领，各党拢讲支持。旅游业者是望政府爱甲外国宣传来台湾佚佗上安全。早起推动罢免高雄市韩国瑜市长的团体发动车队催票，韩市长本人针对这项话题是无加表示。国内目前唯一的安保联合安保早起发表声明，讲会对6月初2，就是明仔载开始停止发现。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今日佫新增加一个对美国出张倒转来的民众去染到武汉肺炎。目前治病人数是443个，其中427个病人拢已经复原出院了。咱等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昨天我们新增的一例境外移入的案例，那连续第50天没有本土的案例。那这个案例是在3月的时候到美国出差，那5月31日返国，那50多岁的女性，21日出现嗅觉丧失的情况。那31日返国入境时主动通报，今天确诊，那我们送到医院里面隔离治疗中。飞机上面的前后2排的旅客37人列为居家隔离的接触者。明仔载行政院就会针对用1000换票面3000的真兴馆详细办法公开说明。毋若讲咱的国民有通领，若假带来到台湾已经有居留许可的外国牵手冤在有者，在调在野拢讲这因是真支持。意见有争吵是国民党搁咧论讲发现金较贵去，民进党也是解说讲，若要带动经济，真兴馆会较有效。台湾连续49天无人确诊，各行各业看起来特别恢复。行政院预计7月份来杀真兴馆，加强真兴的力头。同时讲，摕到居留许可的外籍，或者是中国籍的配偶，嘛会当摕到。行政院发言人回应讲，确实有伫咧规划当中，详细内容会等待内政部来算发的名单。行政院初2会搁进一步来说明。不是外籍配偶啊，是取得居留权的外籍配偶。理论上是他可以持健保卡去实体的贩售点购买，或者是在用他的3种数位方式来做那个绑定以后，他也可以取得这个券。现在确实是一个发放的好时机，但是最主要的重点就是一定要好用好领，然后不要衍生太多社会不必要的执行成本，因为我们的万元之乱还那个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外界是中国籍的配偶买当客，国民两党甲民众党的立委拢举双手赞成，不过国民党立委杨庆英认为讲，行政院来分真兴馆，唔来增加因的成本甲人力成本，民众就要先开1000块，才会当换到3000块，嘛不符合民意，好有爱基本现金。我们还是以广发普发现金，而且要提高价格，广发普发现金6000块。让我们能够刺激消费，也呼吁行政院现在来改还来得及。那刺激消费为什么会用券？就是可以让大家能够出来积极消费，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认为说，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在做一些转移焦点，甚至是胡乱加码的动作。立委陈定辉认为讲，纾困的阶段已经过啊，政府嘛已经分现金，即马这个阶段是真兴，用真兴馆，佫较会当达到加倍的效果。毋过就惊讲真兴馆佫引起另外一波争议。行政院长苏贞昌明仔载要提出什么款的方案，大家拢聊聊看。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学者、专家甲立法委员嘛坐公道，伫咧会讲，安怎样推动旅行的产业较紧复原。有医师就建议政府爱含一寡无人互相烧话的武汉肺炎遐个国家，安全的拄安全的行斗阵，开放民众自由来去。嘛有业者建议政府爱宣传咱地动传染症的成果，提醒外国人讲来咱遮佚佗上界安全、上界平安。台湾防疫表现真好，虽望国内要拄6月初1开始大规模解封，不过当时才会当重新启动国际观光，各界嘛拢真关心。国内感染科医师表示，新冠病毒的潜伏期上久14天，就算放连到5天至10天的居家检疫，无论是来台湾的商务人士，或者是国际观光客，伫台湾停留的时间都有可能会来发病，所以建议政府应该甲一寡无搁出现本土病例的国家成立安全联名款。如果是定义它是安全理由的话，就是必须要有清楚的资讯，所以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安全理由联盟？
我们可能要考虑用地区为单位，而不是用国家为单位。其实，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顶日就捌提出警告，这届疫情对航空业的冲击真大，预计航空载客量上无爱到2023年才有可能恢复到疫情发生进前的水准。国内学者嘛认为讲，就算未来开放边境，国际商务团的人客嘛无法度像过去这么大量，佮直接出入台湾。所以有旅馆业者就建议政府应该要用国内防疫成果的部分，向毕业旅游城国外人士来台湾。像日本、韩国最近又发生一些解封之后一些群聚感染，所以你真正要回到就是国际旅客这一块，要真正恢复到过去的正常哦，其实真的在疫苗还没有出现之前哦，这一块是真的比较困难一点。如果你真的防疫边境做得好，整个管控做的话，它可能会是一个 Nike 型的，就是打勾这样慢慢复苏了哈。那如果我们可以规划一个半年左右的这种旅游，我们这边对你的健康哦。甚至进场维修一下，然后呢，在我们台湾呢，医美啦、医检啊，这样子，我们旅馆业、观光业也都是可以赚到这笔钱。若是外交部表示，目前包括英国、意大利捷克拢有想要甲华航中延开放航班，毋过指挥中心是表示，未来根据各国疫情的透明度、检测量能定出无同的管制原则，毋过嘛维持双边互惠的原则。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台北市政府嘛宣布讲，室内的公共场所普遍灯拢会当解除封锁，敢若校园内底敢要开放，掠明仔载才搁拍算。因为传染症当咧滚假的时，真侪人拢较毋敢出门。环保局嘛讲，正月到4月，纸碗、纸壳啊、纸便当盒仔使用量增加要到20%，尤其新北市这边加出来的粪扫量是愈侪。甲真侪种环保的碗碟甲便当盒啊摆出来。台北市环保局推动永续环境的行动，伫咧疫情较长好了后，双北市嘛豆豆啊解除各种的防疫措施。台北市原则上是拢解禁嘛，敢若学校爱搁讨论。校园的部分，明天教育局会跟各界来做一些讨论，符合相关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的范围之内，原则上都开始开放。那场馆跟门票也会有相关半价的这样子的优惠。我们这2天会做好充分的讨论，在礼拜3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6月7号有些作为上，其实我们可以配合中央。那有些新北市的生活模式不适合的，所以我会来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报告。新北市是按算初3，甲大家报告解禁的情形，嘛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期间，袂少民众拢踮伫咧厝内，若腹肚枵就叫外送倒来食，所以用一届就单调的碗碟使用率是增加真侪。台北市环保局指出，今年1月份到4月份已经增加20%。纸餐具的部分哈，就是纸容器的部分，其实今年已经增加了9.37%哈，这1到4月哈。其实，在去年的5到7月，台北市的话，平均每一天大概收了546包新北市的这个专用垃圾袋的垃圾哈，那其实它还是我们台北市民丢的哈。那新北市那边是他们收了1710包哈，大概是将近我们这边3倍。尤其在今年1到4月份，我们的垃圾也增加，那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在家来生活的太阳，所以住家的生活的垃圾量就不断的增加。校友义强调，双北的共同来分析粪扫增加的原因，而且爱互粪扫减量。也若台北市是按算为明年开始起粪扫处理费来营运，嘛规划明年7月份，所有台北市的粪扫代清业者拢会按 GPS 的系统，会当来追踪清理运送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5年前，台湾和美国做伙组织一个全球合作甲训练的单位。早起，搁连日本嘛加入来，三方面做伙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会加强三边合作的关系。台湾也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就是离咱较小外这的国家，尽量提供专业，贡献咱的所学。这次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们透过视讯的方式，无私分享成功的防疫的台湾模式。举办 GCTF 反制疫情假讯息线上工作坊，台美已从双边伙伴关系升级为全球合作伙伴。台美在安全、经济以及共享价值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Taiwan has managed the COVID-19 pandemic better than any place in the world, even a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lamo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aiwan model. 外交部5交涉部长和美国在台协会李英杰处长
阁有台日交流协会代表3个手骨牙权同齐翕相，欢喜庆祝全球合作甲训练这个单位成立5周年。因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会就公共卫生阁有能源问题种种，尽量加强咱台湾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这个国家的交流和往来。过来讲，蔡英文总统当伫咧大力推动国民法官的新制度，毋过主张唔通用这款参审制，就要换用陪审制的民间团体。早起也邀请过去捌伫咧国外担当过陪审员的民众现面来讲过程。台湾民众党的蔡壁如立委也批评蔡总统，讲伊在野的时阵嘛是有支持陪审的制度，哪会上任了后就换一款面？总统蔡英文新的任期强调，未来4年要推行国民法官的司法改革。而台湾的陪审团协会早起开记者会，再一遍呼吁政府，国民法官就要采用陪审制，不是参审制。台湾的人民没有能力，台湾人不能做陪审团，这完全是没有实证的资料的一个虚构的讲法。台湾陪审团协会邀请伫咧国华做伙陪审员的台湾人来做见证人，强调个人有能力有资格做陪审员。环保司法局进行质疑，台湾人无能力做陪审团。理事长郑文良讲，司法局的讲法毋那是错误，更加是对个人的无信任加歧视。12个那个 layman 这个外行人在那边，而且不同背景。他们在听，然后这时候要完全大家同意一个共识出来，你说这个决定绝对是比一个人坐在那里正确的程度肯定要比较差的。知道他在野的时候，他也是提陪审制的，然后呢，他现在执政呢，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就变成要参审制哈。见证陪审员郭长国认为，自过去伫咧美国做陪审员的经验。陪审制会当排除法官本来就有的偏见加特定立场，进一步做出正确的决定。立委蔡壁如讲，无应该排除陪审制，会当陪审参审制相轨并行，搁再慢慢找到适合台湾的司法制度，加强个人对司法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礼拜六，高雄市韩国瑜市长的罢免案特别登票。早起推动罢免的团体是发动车队扫街催票，嘛有民进党的市议员用颁奖来敲洗韩市长，讲南时再三失言，互高雄人接无面，嘛袂造成众人发要罢免的效果。韩市长本人是去关心市内药局作业的情形，针对罢韩的话题，伊拢无加表示。全国各地药师配合催暗实名制，高雄市长韩国瑜会知影前往颁发感谢状，实际关心药师的工作状况。不过面对罢免的投票日挖近，韩国瑜和过去几天同款零处理，开嘴只讲市政议题。整整将近4个月，贩卖了10万片的口罩。那未来几大工作，我们一样不敢放松。一个是新冠肺炎，我们怕它很多人说秋天、冬天会不会重新再一次爆发？因应汛期呢，我们讲说防灾抗洪事宜哈，所以这个才是高雄市政府专注的部分。其他甚至政治上面的揣测呢，是否一概的呢，都不多做评论跟回应。根据了解，韩国瑜这方面已经定调，最后这礼拜韩国瑜要采5步应应，也就是针对罢免案，无要搁公开讲话，无动员反罢免，无做势，嘛要爱政团好朋友莫来高雄，以及投票日迄天，无要对结果公开讲话。出门投票，投下这张罢免票，咱做伙来光复高雄。另外一方面，罢韩团体活动是非常的多，除了连续7天举办大游行，一早起嘛开始车队扫街，用力催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鼓励远离高雄的所有游子，鼓励离乡背景的所有的高雄的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大家都回到高雄来，帮助我们的家乡。我想屡屡发表非常多争议的言论，包括性别包括国籍歧视让高雄这座城市甚至台湾这个国家的形象受创我想韩国瑜受之无愧，最佳男主角奖。民进党高雄市议员嘛发挥创意，用金巴掌的影片感谢对罢免案付出心力的韩粉，以及韩市府国首长更加敲洗男主角韩国瑜，就是罢免案上大的煽动者。记者李秀兰、柯建准高雄报道。再来关心国际的消息，美国和中国的军事竞争近来紧张加强。美国海军一只舰船顶日驶探过西沙岛，造成中国这头嘛发表军事演习的影片，展现因的战斗力。特别是山东号甲辽宁号这2只航空母舰第一受人注目。
军事专家嘛分析讲，当伫咧争取连任的川普总统，无定会借和中国的冲突来消透因国内种种变化的压力。暂停自海地发射能力导弹，所以副导弹发射各式的导弹，机关枪连续扫射，展示火力。中国解放军的海军官方微博最近释出上新的军演的影片，展示海军5大兵种的战力。看到轰炸中型轰炸机向地面投弹，两侧固导弹、气垫登陆弹伫咧海面上高速通过，士兵登陆枪塔顶执行。伫影片内面上受到注目的就是双航母辽宁舰甲山东舰同时出现，利用剪接的方式，将两台航母并接做伙伫咧同一个位边，船顶拢有一台歼15战机，自甲板起飞，展示强大军力。中国海军正在组织山东舰进行海上试验，目的是检验武器装备性能，提高航母训练水平，进一步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中国透过军演的影片大话宣，讲了伫咧回应伫最近美国海军军机军舰经过西沙群岛，算是中国有够的军事力量对抗。军事专家分析，伫最近美中的军事对抗愈来愈成军，变做愈来愈接。也无排除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以川普总统寻求连任，目前的整个态势对他连任是不好的，会不会试图寻求外界的某种冲突，来转移他目前内部，包括种族问题、包括疫情一些困局？军事专家分析，美国总统川普连任的压力大，内部的压力需要消透。甲中国军事冲突可能将做释放内部压力、转移焦点的选项之一。不过，演变将做美中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无悬，因为代价实在是太大，双方拢承受不起。记者综合报道。外国有真侪运动员，即当阵拢出面声援，进前去互别人的警察暗棍算甲无愧，迄个非洲血统的男性。德国骹球的联赛有队员球踢到一半，球衫脱头角，要替受害者画出公道。篮球的名称迈克·乔丹，阁有网仔球出名黑人选手，也拢有开声抱不平。运动用品的大牌子 Nike， 阁提醒政府，种族的问题确实着爱真重视。美国真有名的运动品牌 Nike 伫咧 Twitter 发布一个1分钟的影片，以黑底白字，甲广告真有名迄句做得对啊 ，Just do it， 改做 For once don't do it， 意思就是这一届莫安尼做，而且用8个 don't 来提醒，包括唔通假做美国无问题，也阁有袂当接受夺走无辜性命等等，希望会当加做改变的一份子。篮球大帝乔丹嘛伫咧 Twitter 发声明，表示对弗洛伊德的事件感觉真悲痛嘛真愤慨，伊支持遐个出来谴责种族歧视甲暴力的人，爱重视警察暴力的问题。另外，美国网球欧金珠小威廉斯、寇瑞格夫，也阁有摕到2个大满贯的大阪直美，拢对弗洛伊德的死亡，对家己同款是皮肤较深色的人种的冲击，是感觉真悲伤。16岁格夫问讲：“我敢会是后一个？”大阪直美伫咧推特表示：“你无拄着，并无代表这款的代志袂发生伫你的身上。”德甲多特蒙德来自英格兰，今年20岁的中场桑乔伫咧比赛第57分钟有进球了后，当场甲球衫脱落来，甲内底迄领先写好替弗洛伊德主持正义的衫垫出来，了后就随互人用黄牌来警告。也那另外一个球星图拉姆嘛，伫咧进球了后，跪落去5秒钟。伫咧比赛了后，伊伫咧推特表示，无需要替即个行为加做啥物解说。这嘛，互人想到美式骹球旧金山四九人前任4分卫凯普尼克，伫咧比赛进前唱国歌的时阵，是用跪的姿势抗议对美国警察暴力的行为，也阁有种族歧视。凯普尼克嘛，因为安尼伊的工课受到真大的影响。美国明尼苏达州非裔的男性弗洛伊德去互警察压制，引起全美国抗议警方执法过当、种族歧视，伫咧各地出现暴动。伫咧英国伦敦、德国柏林、丹麦哥本哈根，伫咧31嘛有下国声援的游行。其中伫咧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外口，有5个人因为违反防疫规定，甲攻击警察，互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美国的 SpaceX 公司一只飞龙号的太空舱，伫咧台湾的时间，昨暗10点16分已经飞去到地球半空中国际太空站顶头。这边的任务上界特别的，就是美国已经连续9档唔捌家己发射过太空船载太空人离开地球，尤其这也是头一摆政府挖民间的企业开发技术，发射太空舱出去，实在值得注目。
伫咧美国总统川普顶任，还有佛罗里达州现场民众的管理之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顺利升空。伊所在飞龙号第2代太空舱，嘛伫咧11点钟、41分钟左右的飞行了后，顺利甲国际太空站接接。美国一个太空人道格拉斯·赫雷、甲罗伯特·班肯了后入去太空站，甲其他太空人会合。美国顶一届执行载人太空任务是亚特兰蒂斯号太空梭，伫咧2011年7月份甲太空站接接。任务完成返航了后，太空梭就行入去历史。了后，美欧等各国太空人要去太空站换班，也是进行补给，敢若会当靠俄罗斯的联合号火箭甲太空舱。若是伫咧乌克兰危机致使俄罗斯甲西方关系恶化了后，美国重新启动载人太空火箭的任务嘛，一直互讨论。所以这届飞龙号成功接接，叫美国当作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A big congratulations to NASA, big congratulations to SpaceX.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work day in and day out until Bob and Doug are home safely. We've been launching with our Russian partners for so many years, so it was nice to see astronauts actually enter from the U.S. side of the space station. 其实为了减少甚至是离开对俄罗斯的依赖，美国除了电动车头家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还有老牌波音嘛甲对手洛克希德马丁合作联合发射联名 ULA， 而且研发 CST-100太空舱，毋过到目前为止，也阁无成功起飞的成绩。所以伫咧今年下半年，天龙号第2代阁要载4个美日太空人去国际太空站，若是拢成功，明年2021年的太空任务，才有法国甲俄罗斯的太空人加入，这嘛是美国太空船头一届载俄罗斯的太空人。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联合暗报发表声明，表示对明仔载6月初2开始停止发行。主要原因就是讲读者看报纸的习惯改变，网络媒体也伫咧发展，阁有即回传染症来所致。会保守发行6月市面这份联合暗报，决定也就是最后一份了。今天是联晚的最后一天出刊，那今天出刊完毕以后，这个联晚就画下句点。那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个读者的这个支持哦，还有联晚团队的这个努力，所以让联晚能够在台湾的这个报业史上哦，存在了超过32年，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我们另外也要特别讲，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联晚的这个订户跟客户的这个权益哦，我们一定会充分保障。因为联合暗报是早起才确定要停止发行，目前敢若确定讲采访中心走外勤的记者照拢会留任，若其他的人员就等下晡劳资双方面的协调会议开完了后才会有决定。因为目前大小间报纸印的数量拢一再咧落，联合暗报考虑到成本问题，才会决定收煞起来。若已经订报纸的订户会当换看联合报，嘛接受办理退费，因会尽量保障订户的权益。咱过来看中部的消息，昨暗透暝，台中市东区新民街旧建国市场的仓库火烧，因为现场大铁厝的卖酒，消防队调度上百名的卡手，拍灭2点钟的火，计共有26担去受到牵连，所囤的货品损失真济，生意无在调搁做。火烧进前，也有人讲有去撞到不明的人士，即阵警方当伫咧查明详细。现场的火是烧甲真猛，虽讲是暗时，也是四界拢红记记。消防人员赶来现场流水线抢救，毋过火真猛，佮加上若像家属讲爆气，现场真危险。5月31日暗时11点外，台中市东区旧建国市场的仓库区永向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出动要加百人力来抢救，毋过现场的状况是真困难。因为是铁皮，然后现场杂物也蛮多的，还有里面有2部货车，所以说我们在抢救的过程陆陆续续都有听到爆炸的声音。早起打的头家赶倒来现场，赶紧来救仓库内底存货，会当救偌济算偌济。毋过现场乱七八糟，以前食青的单位无去啊，大家讲着惊影响生活。拢嘛食青看食，毋是食。我先来刷别位看会使无，会使就用，袂使就无法度啦。现场估计有26个单受到影响，毋是单烧掉，就是存货互烧了了。单的头家表示，差不多暗时11点外来避火时阵，有看到不明的人士。伊踮那边啊，荒凉没有细看的，这会怕花去啊，安尼啦，我感觉足奇怪啊。流浪汉很多啊。哦，是哦。嘿。咁而家。内底遐嘛是啊，拢流浪汉拢伫遐困啊，嘛拢有啊。警方已经甲相关人士带登去派出所了解，目前也搁伫咧调查当中。若是市政府警察局嘛，赶来现场了解，会赶紧安置。
是公有的市场，还有这个民营的市集哈，我们来寻找摊集空摊。市政府表示，这块地算是铁基路的用地，是铁路局做给大头来做仓库使用，目前已经到期，除了斗三角安置，嘛要回归分区使用的原则。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落南，进前咱有报讲高雄市者，伫咧国校伫咧教特殊教育这科的老师，过去因为教学的表现去互家长检举过几落摆，伊伫市内申请过2遍要转去别间国校教课，嘛拢去互对方迄边的学校拒绝。毋过顶月日，伊申请换过去花莲县玉里国校煞有通过。早起，这间学校一寡家长也出面表示真不满。为着反对有问题的教师调来花莲玉里国小教册，几十个玉里国小的家长甲人本教育基金会去县议会陈情，因对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是真不满，是安怎要甲高雄无法度解决的问题撒互花莲？我要试问高雄市政府这个教育局，你们不要的留给我们，那我们花莲玉里国小情何以堪？花莲不要沦为全国的不自任教师的回收场，这个部分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家长都是非常的愤怒，大家说对不对？这个受到争议盛诞的老师，2018年，互家长投诉讲，伊乌白骂着教生，上课搁咧背手机啊，甚至还搁甲家长推销讲有啉落变较巧的果汁。经过人本基金会2019年甲逼出来了后，多方调查，不过伊煞以请假来闪过调查，搁伫高雄申请2届改评，不过拢互拒绝。花莲县政府是去互骂假，第一时间嘛出面拒绝。我要麻烦教育处长，你在干什么？怎么会让这种不是的老师到玉里镇来？花莲县拒绝这位老师调入，这是第一个。那后续如果因为这样的申请所产生的，可能未来会有诉讼。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全力支持学校。人本基金会强调，高雄市教育局一直无做处理，可能会有互相暗号的记录，而且改评的名单拢无公开，才互有问题的教师4个来去去。另外，花莲县政府是表示，县外的改评是教育部的权责，并不是地方，因会阁甲中央建议。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农业的消息，因为进前连续落几落日的大雨，云林县真侪当要收成的土豆煞拢浸水，损害尚无有3成起哩。县政府嘛赶紧找农粮署，阁有农业改良场的人员去勘查。现场啊，农民咧牙讲唔通放因一组一组走公所去申请啦。上届还有专门性有种着土豆的农友，拢总开放救助。即阵拄好是云林县第1期土豆的采收期，不过却受到前1-3摆的大雨影响，出现土豆烂去、乌去、甲不圆的情形。农民顺手甲土豆挽起来，这寡土豆损害的程度是3成到5成。有农民就讲，若要采收，恐惊会无够成本。咱北港的土豆规个拢烂了，是毋是会当全面补助？全面唔免阁互遮农友时代阁来收成期咯，唔免阁互因去到公所安尼吼，一个安尼办理。云林的农民就表示讲，若要种土豆，一甲地成本就要开16000块。出现这款的损失，希望农业单位会当针对土豆全面救助。云林县府是希望讲中央会当用上紧的速度、上简单的方式放零限制来认定咱的救助标准，甲云林所公告的土豆救助区域来帮助这的农民。阮希望讲嘛拜托公所啦吼，3天内，咱公所甲咱的县政府农业处大家积极配合啦吼。紧甲咱农民吼，目前的情形吼，做一个大家来申请啦吼。政府就是要有一个规定吼，有一个天数爱行吼。阮当然吼，阮的这部分今日咱来看，讲吼，咱已经达到迄个救助的标准吼，这政府绝对无问题，一定会去公告。农粮署是表示讲，伫大雨过有一寡农作物的灾损才会豆豆出现，其中土豆因为落雨了后无法度随采收，佮加上日头伤猛，互土豆烂去、不圆的情形愈来愈严重。福局若有损失的农民，就要紧通报，农粮署才会当照灾损的面积来公告救助。记者综合报道。进前面对传染症咧看，彰化县捌发生过头一站国内就近烧化，佮有头一站染病过往的案例。迄当阵，县政府也赶紧利用科技结合刑事追踪系统，才有通伫咧短几点钟内就找出胃病的源头。早起彰化县卫生局叶彦碧局长就出面，和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做伙开讲，讲咱彰化抵挡病症的经验。
国内武汉肺炎疫情长好，来看过去5个月防疫期间，确诊者超过70%是境外移入。不过中华关伫咧今年1月28出现国内第8例确诊，而且嘛是国内头一例本土个案，那就是去互第5例确诊的太太感染。因为因太太伫中国返来台湾的时阵并无症状，返来5天了后发烧送病伊才确诊。好佳在卫生局即时公布2个人确诊进前去过卡路，而且加强消毒，才无扩大造成社区感染。我们因为那时候很担心这个个案，他因为在外面是有从事有去逛街啦，到菜市场去嘛，哈，所以我们实际上整个它的路径也追踪出来了哈。另外，中华关伫咧2月17嘛出现国内头一个武汉肺炎的死亡个案，是10外岁白牌车司机，造成有5个人家庭群组感染。因为白牌车司机无出国的旅游史，卫生局开始对接触者全面清查，包括健保的就医资料、监视器，佮结合检证的刑案追踪系统，落尾才伫咧浙江台上的会检体内底找到抗体，发现感染源。总共匡列了有676位。哦，这个我们大概是在3天之内就把它全部匡列，而且裁剪完毕。麦克用当作是疫情重灾区的彰化县，受到台大公卫学院的邀请，头一届甲外界分享基层防疫经验。另外，台大公卫学院嘛表示，最近国际期刊科学杂志论文显示，刮出人确实会当预防喙甲鼻喷出来烂手造成感染。台湾防疫模式会当成功，就是因为挂喙炎。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台湾电力公司热天的电价，今日开始计算。一般的住户平均册1月日的电费钱是956块，比较热人时间外，8个月的电钱是490块加出来。台湾电力公司表示讲，热天的季节以外，一般的客家平均册1户1月日用287度的电，不过热人够的增加起来到404度，按算电钱是956块。台电公司嘛提醒讲，民众会当申请换用智慧型的电表，特别是1个月若用电超过700度，也是讲用电的时间拢和多数人无相共的民众，换用这款新型的电表，省会到的金额是愈会知。再来讲，去年11月消防法修正通过，因准消防人员会当运用退避权，就是看火烧现场的情形，决定敢要继续拍火。早起台南市政府嘛开始举办连续9天加强救灾训练的课程。黄伟铁市长表示讲，退避权毋是鼓励人退后求倒头，是希望消防人员家己的安全会当先顾好十全，才有法度勇敢向前去救人。2008年，桃园进棚工业大火造成6名消防队员殉职。去年10月，台南市大雅区工厂火警，又过2名消防队员过身。火场的形势是真多变。为了避免憾事再发生，去年11月，中央是修法消防法，修正消防人员拥有退避权。现场抢救的人员在救灾安全前提之下，分量抢救的目的甲救灾方向了后，采取适当的抢救作为。现场若无人命危害疑虑，会当无执行危险性的救灾行动。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因素，造成我们消防人必须进去冒险去做一些救灾的行动，那会导致一些案例的一个遗憾的事情发生。这样，对，那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法令出来之后，对我们消防人员是有一定的上面的保障啦。台南市政府是首开退避权的训练先例，1号是举办为期9天的训练课程，内容仅定出偌大危险的条约，包含火灾地形判读、铁片厝、烟火工厂、印刷第6版制作场所等场约，强化这场约救灾的知识、离现象仪的训练，以及熄火燃烧柜的训练等等，强化消防队员火场中做出上适当的决策判断，减少人亡的伤亡。这个退避权的判断，其实现场每一个人都可以行使，把这个从法治面啊，还有实务面跟实我面，把它整个串联起来。那这个在火场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同仁就会比指挥官就会有更明确的一个判断的方式。退避权绝对不是退缩，台南市是6都率先实施退避权这样的讲期的城市。我们希望把这个退避权的概念，向我们的消防队员、向我们的民众、向市民朋友们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说明。消防法退避权修法通过了后，台南市是6都当中第一个来做相关课程的城市。未来希望透过强化训练，建立一个标准的 SOP 依循，减少人员的伤亡。记者吴正云报道。目前，咱台湾武汉肺炎的患者只剩无几个还未复原，超过400个病人拢已经出院。
啊，毋过有一寡已经康复的人士，也是会担心社会令咱看待的眼光。当有精神科医师咧提醒讲，莫讲患者，算起来有几十万人在家来检疫的对象，甚至一般的民众，面对这回传染症，心理确实拢受到大大的影响。咱都要家己斟酌，若有困难，也都要请求专家甲社会援助。台湾武汉肺炎的疫情豆豆啊转好，而且9成以上拢治疗好势，400多人出院。伫经过数十天的隔离治疗了后，通过3遍采检阴性的高标准，因也是感觉到不安的情绪。看世界的方式就是有一点啊，就是会惊别人安怎看我家己吧。就是烦恼是毋是讲，但是伊若知影我是拄啊出院的人，然后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关系，伊是安怎感觉的？然后我嘛惊伊会惊，我嘛会惊，伊嘛会惊咧。战斗学讲，伊当出院的时，常常会当体会到出狱的人迄种重新转来到社会的感觉。不安的情绪一直到个月了后，才大大稳定。专家讲，因为病毒是目睭看无的，这会加强民众的惊吓。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那些只要有一点点风险，疑似可能会接触到病毒的人。这背后其实，但某个部分，我觉得跟人的感染的恐惧，这个包含可能是感染自己或感染自己的家人，潜在我们会说这可能也跟死亡焦虑有关。精神科医生李明斌建议，毋但400多位确诊的人，也是讲超过12万个居家隔离检疫的人，甚至是一般的民众，除了落实防疫的新生活以外，嘛要定定来磅家己的心情温度，来注意家己的心情是毋是有发烧。我们的情绪冲击过了，但第二波在前面的心理重建是需要大家一起来。那我们比较呼吁就是疫情2个字，它是跟健康生命有关。但是疫情过后的压力就不是2个字了，它是多远的影响，这个才是大家一定要守望相助。Johns Hopkins 大学流行病史的学者 Jeremy Green 进前伫咧《纽约时报》指出，疫情结束的时阵，病毒对健康的威胁大大降低，也毋过所造成的心理冲击，也有惊吓悠远的伫咧。专家也提醒讲，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冲击，甚至是生涯家庭的变化等等，影响可能会有2到3年，需要大家继续来关心。记者尤伟进对约水台北报道。来讲进前，有一个德国的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为着要找咱台湾一张500年久的崩仔树，专工对千里外来到云林斗六崩树湖社区。不过到地才发觉，这张老树已经无伫咧咯。在地绘本作家黄慧玲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唔甘500年的崩仔树去互民众放袂记，就专工把树仔的故事画作红仔册，嘛望读者针对咱人面对自然的态度，想一个较真的。老树定定是一个特殊的标仔，记录社区的变迁甲居民的记忆。壁顶一张旧相片，是云林县斗六市崩树湖社区居民生活的记忆。老辈的拢会记哩地方有一张500年的崩树，不过这张树啊，老尾是老无掉，大家对老树的印象嘛渐渐无去。老的树默默的在那边成长，其实很不容易。那它就这样死了，好像也很容易走出人家的记忆。那我这个故事其实是很想把我们对老树的那个记忆，老树它那么努力的长大变老，我们要把它保存下来。为着要保存500年崩树的故事，地方的绘本作家黄慧玲专工甲老树相关的往事画作红仔册。500年后，不过黄慧玲会创作这本红仔册，佮有一个上界关键的起因。Very simple. First thing is only open the eyes. 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心，就跟四边，跟你的邻居，也许跟你的祖父母，听听他们讲故事。你可能很久没有听他们讲话，听他们讲故事，也许是你的邻居从你的街坊旁边来的，他们可以跟你分享很多的故事。德国来的文化人类学者安德为着要找咱台湾500年的崩树，专工来到云林县斗六市崩树湖社区，不过到底才发现这张老树已经无伫啊。黄慧玲知影这件代志，唔甘500年的崩树，互居民放袂记，才会专工画作红仔册。安德甲黄慧玲拢希望这本红仔册，当互民众了解地方的风华，嘛重新思考咱人甲自然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我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现代人住伫咧都市，你若要看树啊，有是讲大路边政府专工种的路边树，咱才有得看。你讲亲像过去农业时代有迄个大樟树，即摆已经足罕见啊。所以咱即摆来思考人甲自然互相中间的关系，想一个较真的，正当着是。咱来讲几句甲大樟树有牵连的俗语。头一句，这古早真侪爸阿姆啊，拢真接讲，讲做大樟树骹好饮母。大樟树骹好饮母，当然这毋是一日两日就来造成的。500年、300年的老树，毋只有迄个大樟树，毋只有迄个好饮母的所在。饮母这2字，共即个汉字破2种音，饮。祖先地饮的饮，咱讲迄吼有白公产业啦，有白公产啦吼，讲较土的啦。即字原来做饮地饮的饮啦，树的饮2字后壁即字读音相像，原来是叫做写法相共。大樟树较好饮母，真简单，就是咧讲大樟树古早参政时代，爸啊嘛是大，咱坐伫咧树骹，有诶唱歌拉磬，有诶行旗，甚至有诶抱豆讲过去。这拢真趣味的过程。另外，若以现代社会来讲，大樟树较好饮母，另外一款解说，就是讲吼，大樟树表示这个人吼真有势，真有够力。你若去挖靠伊，大樟树骹嘛是好饮母，这有影啦。然后大樟树通好挖靠，当然是较轻盈咧。毋过吼，咱嘛知，一切嘛是着爱靠家己才会久长。你讲真靠要靠大樟树，有当着啊吼，未必然讲会当安稳，会当久长啦。另外国情就想到，佫有一句，这毋是俗语哦，这是古早人言，这是汉文的话语，讲做自焚己无业，莫怨太阳偏。当然，这句话讲到落尾，咱伫戏台顶咧听吼，无像国情，逐字拢读汉文音啦。普遍人拢讲吼，自焚己无休，莫怨太阳偏啦。意思就是讲，你着爱恨家己讲你这樟树，无再来变大樟树，未大樟，未生机发叶，这是咱家己爱检讨。自恨己无叶，你毋通去怨叹，怨叹怎样呢？怨叹讲吼，日头哦，拢笑别人无笑对我遮来。当然，日头若去笑别人的时阵，别人的树啊，就较好发挥，就较快大樟啊。咱家己太阳无笑咱咧怨叹，怨叹讲日头你若遮无公平。日头普照世间，伊无迄落无公平啦。咱着爱恨咱家己袂晓生机发酵，咱着爱检讨家己。当然，这是古早的社会，古早的俗语话伫咧讲，是毋是台湾人拢习惯讲骂家己啦？咱着家己检讨、家己反省啦。毋过既然讲日头讲是公平，相信咱若是认真落去向上，认真落去拍拼，有一天咱家己原来行出家己一条路。毋则人讲旱钱毋惊落土烂，只求基晓地炭。即句确实也真有影。讲到树啊，咱赶紧过来看台东。台东林区管理处推动今年和彪马的原住民离家部落合作，辅导这原住民伫咧国有的林班地树仔骹饲蜂、采蜂蜜。经过2个月训练，部落对一开始饲12卡的蜂仔箱，到开始当阵已经增加起来到33卡咯。部落原来增加一站，会当趁收入，真有经济价值的产业。咱做伙来看卖。经过饲蜂训练课程的离家部落族人，已经唔惊这规定伫咧背蜂，学着采蜂蜜的技术，用离心机操作，将蜂箱顶的蜂蜜收集做规桶。这是台东林管处辅导部落族人发展林下经济培训计划。2个月来，伫咧离家林道的森林树骹饲蜂，因为当地环境好，较无人为的破坏，也无农药，所以饲蜂的成果袂歹。自一开始12个蜂箱扩大到即马有33个。这个计划主要目前开放的项目有3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椴木香菇跟木耳，还有第2个项目就是我们的金线莲的栽植，那第3个部分就是林下养蜂。因为丽家以前曾经就有养蜂嘛，养蜂过，然后我们丽家社区的环境非常好，可以说蜜源植物也非常的多。台东林管处讲，离家部落收成的蜂蜜是蜂壳蜜，也就是蜂甲花蜜收集回来了，放伫咧蜂箱内，佮继续用石膏伫咧下方蒸发水分，互蜜的含水量降到20%以下，是纯天然技术管理收成蜜。过来部落的成立饲蜂班，提供族人就业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这回传染症，兰花无法度出口，饲草酸长真严重。伫咧屏东万遮就专门咧种乌蝶兰的业者，唔甘讲辛苦种的兰花栽就安尼拼头角，因就烧送5000丛的兰花，互万乡立的图书馆含真侪厝边的里来。望讲明年春天花开的时，兰花的外销会当复原，会当赶紧倒转去到永贵好光景。甲无共品种的乌蝶兰夹做一丛，黄的、白的、紫色的，看过去，互人看到真清新。这个兰花自本是拢要销去国外，毋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兰花饲草变真歹。即阵为着消透兰花，屏东县万乡的兰花业者决定赞助5000株的兰花栽，予万乡立图书馆。我们在这边已经16年了，一直想说怎么样让我们的乡镇能更美丽，所以公司捐了一批兰花，让可以布置在我们的乡公所，一部分到我们的那个图书馆。伫咧图书馆内底，不管你行去倒一区，只要看册看甲忝啊，头压起来就有乌蝶兰会使欣赏。万图书馆也甲业者的这份好意，甲推动阅读的风气做伙适，希望民众加来图书馆行踏，来借册就通甲这珍贵的野兰栽摸回去处理种。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图书馆。现在是每借阅10本书，我们就送大家2盆兰花，希望大家，你要说书香、花香，充满着万峦香。毋那万图书馆闻到花香，即阵就连万乡的真侪里，也拢有分到业者送的兰花栽。等到明年春天到位，屏东县真侪所在就拢看到花开的景致。业者也希望等到迄当阵，兰花的经济会使搁再开出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一款保育类的鸟只海燕啊，当年4月中旬到5月初，因拢会飞来到台湾做寿生炭。伫咧咱桃园的德维渔港、苦楚港和大潭遮拢看得到。啊，毋过摕相机要来翕鸟只的民众实在过头济。桃园市野鸟协会当着牵乌网啊，甲鸟只隔开，嘛请在地渔民来斗顺手，保护这的海燕啊。伫咧石头仔顶悬的燕鸥，当咧孵卵，嘛有拄孵出来真古水的燕鸥仔囝。二级保育鸟类的燕鸥，当年的4月中到5月初飞来台湾做寿。伫咧桃园的德维渔港、苦楚港，还有大潭仔，拢会当看到因。目前拢总有35艘，其中以德维渔港是上济，拢总有25艘。最感动，公鸟去抓小鱼回来育雏的时候，那是最漂亮的。一般小燕鸥在台湾育雏成功率大概3成到4成左右。那今年因为我们有做很好的围篱设施，然后有做一个黑网的天幕的廊道，所以预估今年可以达到9成以上。除了大禁止入去的告示，桃园市野鸟协会嘛伫咧德维渔港按乌色的网仔甲篱笆，甲欣赏鸟啊，还有来翕相的民众，会当隔一个距离，避免甲因惊到。嘛请在地渔民遵守管制特殊，毋过来翕鸟的民众实在是伤济，向困人上济有要200多人，还佫有袂少人无遵守规矩，硬要走入去。野鸟协会表示，离篱笆上近的一艘，凡是失败啊。啊嘛，个真侪人有只起来，我拢无起来。我讲你若起来，只会，互恁拍惊着，唔敢生人。如果擅自进到围篱区域范围之内，惊吓到小燕鸥的话，我们就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的规定，会移送法办。毋若是燕鸥，最近嘛有无共款的鸟仔飞来台东，鸟友伫咧卑南溪的出海口，翕到鸟仔囝伫因爸母的分尸边软来软去，落雨天因爸母用分尸替鸟仔囝炸雨的画面，实在是真温暖。爱鸟的人士希望讲，若爱鸟就唔通甲搅扰。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刷落南，咱来看屏东坎顶的农友魏德义先生。7年前，伊和兄哥做伙建设一片榴莲的农场，因乡人靠气候的环境，踮屏东种榴莲，毋但食起来无输进口的货，近来会当渐渐稳定生产，按算7月就会当大出了。一粒搁一粒大搁水的榴莲种伫咧树仔顶，这是屏东县坎顶乡的农场，专门来生产本土的榴莲。农友魏德义讲，7年前，伊和阿兄做伙买这片地，迄时阵遐有真侪人咧种金蕉，毋过因煞决定种侪人爱食台湾无人种的榴莲。为金针头开始种，到即马园区内底品质上好、数量上侪鸟山王，拢通看到因的心喜。那经过这7年来，在我大哥还有我们员工的一起努力之下，
那我们目前整个榴莲园里面有种了将近280棵左右的榴莲啊，那有80%以上都是目前品质最优的猫山王的品种。魏德基强调，台湾的榴莲品质绝对袂输给进口的。伊种榴莲，互民众通伫产季时食到上特时的榴莲，最近也有稳定的产量，按算7月就通大量生产。咱伫台湾在地种的咱就是在食到咱在藏园的榴莲。未来魏德基嘛，希望甲技术分享给农民朋友，互大家当食到台湾本土生产的榴莲。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行行出状元，企业教育嘛是真要紧。南投草屯东德家商对餐饮、观光、动画，还有时尚造型这科目，长期拢伫咧培养学生。每年拢会举办毕业的成果展，或者学生囡仔借机会和家长、各校外人士分享3年来的所学，展功夫互大家看。学生做 model， 行伫咧舞台顶，互人看水。身躯穿的正正是南投草屯东德家乡的学生，因了时搁了工，结合无共刀型的概念，搁用金葱的布料去设计完成的。看到家己一针一线完成的成果，受到侪人的肯定，学生是有够感动。是一开始都没有想法，然后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就只知道说角色是乌鸦可是乌鸦是什么，然后就整得很空白。我们老师所教我们的、所学的，我们都把它展现出来，然后呈现最好的一面给大家。另外一边，远远就闻得到点心的香气，餐饮和烘焙科的学生也把握这个毕业成果展的机会，把平常时上好的手路隆重展出来。3年以来学习的成果，然后展现在这个展台，然后让我们以台湾来呈现我们烘焙科所有不一样的面包、甜点，然后把它呈现出来。东德家商替学生囡仔举办毕业成果展，邀请学生的家长、已经毕业的学生，也有业界人士来遮欣赏因3年来的学习成果。学生也借这个机会，和人分享因伫咧学校所学的物件。那成果展分为2部分，一个是动态跟静态。每一个同学大概有5点多张的证照，那我们希望学生有更多的舞台。透过毕业展，学生整理也有记录家己成长的过程，也望这的功夫会使成做出社会重要的基础，找出更较多发展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花莲的外国新妇刘一芳。2017年的时阵，伊正式规划做咱台湾的国民，嘛摕到身份证咯。50年来，刘新妇除了传教，嘛帮赞真侪花莲人。总是善良的伊嘛讲，这是伫咧做伊应该爱做的代志。下暗9点，邀请好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眼界节目，咱同齐来了解刘新妇踮台湾的过程。这是花莲县玉里天主教堂。负责人是79岁刘一芳神父，伊自1966年25岁就来到台湾传教，这一点都超过半世纪。多年来，伊亲自为在地从事各种社会服务，也成为花莲玉里人人口中有求必应的神父。迄个时阵，院长问员工：恁若会使家己决定你想要去倒一个国家？你要选倒一个国家，是因为迄个时阵我有几若届有看到杂志内底是关系台湾的消息哈，是有几个神父带上来台湾，传福音，有写因有写有伫咧杂志内底有写有关系台湾的代志，所以感觉哇，伫台湾有较济民族的文化啦，是风俗习惯啦，拢无共款，所以我讲一定有趣味啦。这个有写我若会使家己选，爱去倒一个国家，我就爱去台湾。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因为对流云的影响，今日台湾各地头的山内，还有大台北地区、甲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遮拢会落着大雨。请观众朋友都要注意雷公死呐，透大风，嘛都要提防起场。
那明仔载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北部、东部一寡角头，还佫有山区过昼会到短暂的阵雨。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28度到33度，中部29度到34度，南部30度到34度。东部27度到33度，金马平湖24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水啦。讲到阮后生新妇啦，拢唔知影拜拜的重要。今仔日我就要来甲大家介绍拜拜。拜拜，汉字写做拜拜，罗马字写做要爱拜，要爱拜，拜第三条。拜拜有伫庙拜。嘛有伫厝拜，不管是伫庙还是伫厝，拢有伊的礼数。若是去庙拜拜，入庙进前爱先洗手面、刷口。刷口就是落水的意思，这是对心灵的尊敬。入去庙的时，爱对庙的龙门行；出庙爱为庙的好门行。若行倒表，就会歹结交的欠损。欠损有进去的意思。入庙了后，甲敬面摆好势，点香烛，过来先拜天公，用左手甲香插点天公炉，刷咯，佮照庙里神明的大事，一位一位拜，拢总拜煞，落尾才烧金，安尼就拜好啊。若是伫厝拜拜，一般拜神明甲祖先拢伫神明厅的红架道拜，拜好兄弟伫门口拜。咱嘛讲拜门口，若是拜地基主，就伫灶骹；拜床母，就伫床头。甲拜拜有关系上意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意思是咧鼓励人。若骨力拍拼，就会有修成好年功。佫有一句俗语讲也着神也着人，意思是讲不管什么代志，袂使干那拢靠神明帮衬。上要紧的是咱爱好好啊拍拼，有劝人唔通伤迷信的意思。例如拜拜、礼数、献送。敬面、红架道，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
行着神，也着人。大家爱拜嘛爱拼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